大家好，我係正言堂嘅李山元，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屬雞嘅朋友喺2026年丙午年嘅來年運程。屬雞嘅朋友，恭喜晒你先，你哋係咁多個生肖裏面咧最好嘅，係當紅炸子雞嚟嘅。咁點解會咁講呢？本身有太陰、紅鸞同埋天月加入咗屬酉嘅宮位當中。太陰星咧其實係代表月亮嘅，有一股強大能量咧去加持住你哋。咁如果大家都知道嘅話咧，太陰星其實都係財星，所以做生意嘅朋友、打工嘅朋友都容易揾到更加多嘅錢。做生意嘅容易財源廣進，返工嘅朋友容易升職加薪嘅。咁另外咧，紅鸞星咧代表紅鸞星動，亦都係代表喜事近。如果未結婚嘅朋友咧，好容易有機會拉埋天窗。未揾到另一半嘅朋友咧，今年極大機會會揾到另一半嘅。咁所以咧，所有好事都近，有錢亦都有另一半。咁而另外不特止，仲有天月貴人星加身。咁天月貴人星咧，其實就係咁多個貴人星當中咧，最能夠逢凶化吉嘅貴人星。咁所以啦，既有錢又有另一半，仲要能夠逢凶化吉，即使面對勾神啊、貫索呢啲凶星嘅話咧，都無大影響，絕對係今年最強勁嘅運勢。咁而1993年朋友咧，要多加留意啦。1993年屬雞嘅朋友咧，今年紅鸞星度最影響到你哋，你哋最容易揾到另一半，同埋咧未結婚嘅容易拉埋天窗，恭喜晒你哋先。而1981年屬雞嘅朋友咧，喺事業上咧容易更上一層樓，不妨多啲冒險，容易有新一番嘅景象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關於自己嘅生肖詳細運程，歡迎 PM 我哋會盡力解答大家。